欢迎收听文言良语。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既然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。甲基督做伙做后嗣，假使咱若甲伊做伙受苦，也得甲伊做伙得到荣耀。我想现在苦楚，若比起将来要显示咱的荣耀，咱就毋免看路了。新约圣经罗马书第8章17节、18节。神的恩典定定是藏伫患难内面。患难对一般世间人来讲，常常是带有刑罚的。但是患难对着神的儿女，总是有益处的。圣经记载有真侪人得到福气以前呢，拢是对患难中间出来。亲像摩西，互人扣入去王宫内面，是因为伊互人等伫河内面。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，是因为伊被卖到埃及做奴隶，又被诬告落伫监狱中间。路得成做大卫王的阿嬷，是因为伊是一个贫穷的寡妇，伫田间殷勤伫咧捡麦穗。哈娜做了先知撒母耳的母亲，是因为伊受了委屈，向神来祈祷。非利士人歌利亚攻击以色列人，才将大卫靠神的营养来显明出来。亚述王西拿基立围困了耶路撒冷。希西家才对被围困中间来靠神富强起来，但以理被落伫西亚坑洞内面，才看见神的保守。伊的三个朋友互人等伫火窟中间，才看见神的囝甲因同在。以斯帖被掳去到外邦，才拯救了全国的同胞。以上诸位古圣徒所得的福，拢是生有困难的所在，先做不了极大的不幸。然后才得到福气。这些人拢抑阁毋是伫基督耶稣降生以后，新约时代下面的信徒。但新约时代的信徒所得一切属灵福气呢，有当时也是借着患难来得到的。患难毋是恩典的本身，恩典也毋是患难所产生的。恩典是对耶稣基督来，是神赐的，总是信徒伫信仰生活中。定定也借着患难来得到，神的恩典定定是稳重伫患难中。咱因着患难学习了忍耐，因为患难得以成圣，因为患难进到神的面头前。因着患难无爱世界虚浮的荣耀，患难所以甲神的人有益处，是因为伫咱内面有神的生命。无有生命的人，患难无法互因是痛苦。甚至必须甲犯罪，就亲像有生命的树仔，甲无生命的插头，共款伫风雨日光之下树是无法永壮成长。若是无生命的树头呢？那安尼伊到最后就是腐化烂去咯。离开了日光、雨水、倒水的树仔，就袂当成长。离了患难呢，信徒也袂当伫真信仰中间来靠主来长进，所以真侪基督徒拢愿意放弃世间的福气，反倒转来愿意甲基督做伙受患难，伫患难中间体验主耶稣的恩典有够用，因为咱今生甲将来拢要甲主做伙得到荣耀。既然是儿女，便是后嗣。就是神的后嗣，甲基督做伙做后嗣。假使咱若甲伊做伙受苦，也得甲伊做伙得到荣耀。我想现在苦楚，若比起将来要显示咱的荣耀，咱就毋免看路了。新约圣经罗马书第8章17节、18节。以上文言良语由嘉南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，感谢你收听。